有一台机车为着要让行人先行，结果去互追撞。这件事发生伫台南市的一个路段，有一个行人违规过大路，一个骑士为着要让这个行人先过，是紧急掠挡啊，结果互后壁机车甲追撞，害这个骑士是当场摔倒在地。警察讲，这款的状况，除了后壁这台共追撞的骑士爱罚之外，行人违规过大路嘛有相关的责任。机车一路直行，看到头前有一个负责人想要过车路，这台机车及时闪过，所有个骑士想要让伊先行，紧急打档啊，想要告诉后边的机车直接撞落。骑士当场轰撞一个人甲车，拢摔伫涂骹。这件车祸发生伫3月17日，台南市立贤路一段。当时负责人想要行的路段，头前甲后壁拢有路口会当行。要毋过负责人当时想要为中行过，地所让伊先行的骑士轰弄一个刹车。双方受益后无大碍，驾驶均无酒驾情事。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，随时注意前方动态。后壁骑士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，明显违规。那负责人若是判定违规过车路，除了违反交通法规以外，强行这件交通事故嘛会负起连带责任。所以警方呼吁骑机车别让行人，行人嘛爱遵守法规。若是发生车祸，可能轰弄以外，也得爱负起相关的责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